嘅美篇行街街同大家去松本清問下佢哋嘅自家品牌有咩好用。一衝入去見到呢隻膠原蛋白粉30日份先158蚊 ，CP 值超高。呢隻有25克蛋白質飲品先15個8，低價格就可以幫助促進代謝同增加飽足感。松本清咁多隻濕條紋邊隻可以變靚？呢隻維他命 C 胡椒素濕條紋幫助抗氧化同促進膠原蛋白形成。呢隻水腫丸熱賣到缺貨，見到佢哋自家水腫丸先53個8，有1個月嘅份量喎。香港咁濕熱嘅天氣，極度需要有呢種有香味嘅濕紙巾抹身，仲有涼感版本添啊！呢隻牙套清潔片63個8，有成108粒，召喚牙套人士入手啊！重頭戲係 Fresh， 好多人大推呢隻卸妝油，就入手試下好唔好用。影片仲揾到呢款佢哋自家出嘅有色潤唇膏，好似幾正喎。買咗以上兩款翻嚟實測下效果如何先。呢款無添加溫和卸妝油55蚊，手濕都可以使用，250 ml 大容量，將防水臥殘筆、眼線筆同唇膏搽喺手背試下先。寫得超乾淨喎，而且感覺唔會抽乾晒啲水分 ，good 啊！呢款松本清獨家嘅潤唇膏主打素顏同上妝都用得，但粉紅色的確好適合日常使用。試上嘴唇後係超級滋潤唔厚重，效果好靚，今次真係揾到寶啊！大家都可以參考以上清單去松本清入手好物啊！